百福花園召開咗業主周年大會，進行換屆選舉。今次會議原定喺4月23日舉行，但係因為流咗會，管委會同埋管理處之後努力籌備，希望順利進行。可惜會議未開始已經有人搞事。首先，會場規定業主離場後再入必須領取出入證，但係有人強行自出自入，喧嘩大叫，最終要報警，浪費警力。之後有候選團隊違規喺會場入邊派單張，明明大會通告已經禁止派發傳單，但係對方堅持所謂嘅宣傳自由。會議期間，呢班人多次叫囂，問啲無聊嘅問題，製造混亂。到選舉新委員嘅時候，忽然之間一個新嘅競選團隊又出現，但係部分候選人資格成疑，例如兩夫妻一齊參選小型工程公司嘅東主參選，有潛在嘅利益衝突。另有一位身處外國唔識中文嘅候選人，如果當選，點睇得明百福大量嘅中文文件呢？到候選人1分鐘自我介紹環節，守護百福團隊全部順利完成。輪到新團隊最後第17至22號發言嘅時候，佢哋竟然要求由盧大律師代表其餘5個人發言，明顯違規。最後區議員同民政處代表主持公道，堅持每人只得1分鐘。諷刺嘅係，大律師發言時話自己堅守程序公義，但佢嘅團隊正正帶頭破壞緊呢個程序。最終守護百福嘅團隊全數勝出。我哋好多謝業主嘅信任，承諾同居民保持良好嘅溝通，攜手改善家園，希望百福恢復多年嚟嘅和諧同埋平靜。